速度係社會競爭嘅一個重要元素。香港貨櫃碼頭係全世界其中一個最繁忙嘅碼頭，每年要處理超過180萬個貨櫃。貨櫃箱上面嘅號碼錯綜複雜，設計亦都各有不同。要知道邊個貨櫃上邊一隻船，就要鬥快鬥準。目前全世界啲貨櫃碼頭，佢哋啲箱嗰個上落船咧，都係用人手嚟睇嘅。咁呢個咧就一方面好危險啦，因為個箱飛嚟飛去啦。第二方面咧就係個時間方面比較慢啲，同埋容易出錯啦。睇到市場上有所需求，Dr. Lee 喺1993年設計咗一個叫做 VCon 慧光嘅系統，利用嶄新嘅視覺科技去識別貨櫃箱上面嘅號碼。個 set up 咧就係話你每一條車道咧就會裝一對 camera 啦，另外一邊咧就會裝啲 sensor 啦。咁啲 sensor 會 detect 到個箱嘅位置。當一個箱一升上去咧，就我哋個 camera 就可以自動將個號碼讀出嚟啦。咁如果係有問題咧，個箱就可以擺翻啦。呢一間貨櫃碼頭公司係目前唯一採用慧光科技嘅香港公司。喺2000年，佢哋將貨櫃箱號碼識別系統安裝喺碼頭嘅閘口，用嚟監控進出碼頭嘅貨櫃。我哋覺得咧，呢個系統咧對我哋咧而家個碼頭嘅運作咧幫助好大。第一咧就係我哋而家咧係咁多個碼頭喺香港之後係唯一個碼頭係呢個閘口係冇人操作嘅嚇。咁咧所以我哋當然係減咗好多人手啦，成本係減低咗啦，同埋我哋咧嗰個閘口咧嗰個運作咧係比人哋快嘅。97年，當金融風暴出得正盛嘅時候，Dr. Lee 毅然離開科技大學呢一個安穩嘅教室，揾科技中心擔保，私人向銀行借咗100萬，一心要將慧光科技推出市場。全世界抌咗咁多錢喺個研究方面，呢係納稅人嗰個血汗錢嚟嘅。作為一個研究人員，你攞到呢啲錢唔係話發表咗幾篇文章咁就算啦，而係話你呢個係咪真正係可以造福社會咧？對社會真係有幫助咧？喺號碼識別上面，慧光科技做到超過97%嘅準確度，目前係站喺世界領先嘅優勢。雖然一股雄心壯志，但係由於香港用得到呢個技術嘅公司唔多，要一下子揾到買家並唔係一件容易嘅事。開始成立呢間公司，成個運作嘅過程中咧，就係燒緊錢。我係用personal guarantee， 如果呢個100萬還唔清咧，我自己要俾嘅。為咗殺出一條生路，Dr. Lee 將慧光科技轉移應用喺車牌號碼識別上面，尤其要喺車來車往之中好快辨認到有問題嘅車輛，例如用喺停車場、監察隧道同公路嘅收費，協助邊境海關嘅保安工作，檢控超速駕駛同埋追查賊車等等。可惜2-3年嚟，有關嘅客戶包括政府幾個紀律部門都遲遲未落實合作嘅計劃。香港咧就一個比較穩定嘅一個已經 establish 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對新嘅嘢反而唔係咁快去接受到，反而大陸啊佢哋就好渴望有啲新嘅嘢，咁所以一旦有啲新嘢，佢哋好願意去試啊。2000年4月，Dr. Lee 申請到創新及科技基金，將應用喺國內嘅車牌號碼識別技術水平進一步提高。國內嘅市場反應出乎意料之外咁理想，1年之內 Dr. Lee 公司嘅業績已經有40倍嘅增長。而家慧光嘅技術已經包銷到包括巴西、韓國同澳洲等10多個唔同嘅國家。咁喺澳洲咧，因為佢哋不嬲用緊咧，即係
50% 個準確性。咁我哋嗰個係 money back guarantee 95%，所以佢哋好高興，佢話你達到70%，我哋政府已經可以接受啦。911事件令人更重視保安問題，維光科技正好提供俾全世界一個合適嘅選擇。面對新嘅機遇，香港土產嘅科技足以趕及喺世界市場上決一高。